个就可以打了。24秒倒数，5、4。好球，好球！积极一点，谁都可以打了，谁都可以打，有些空间就打。好球！我走。 推人犯规，应金球。刚有得分没？应金率先得分。施工请求暂停，应金4比0领先。还不看过去，杨振华。干！按理说怎么把它弄掉？加速，我直接过去接你的球，然后中锋一个上中，一个沉底，这样子就可以打掉。好，刚刚大家都打得太害羞了，就各打各，没有分强弱，谁打都可以。不要把手把它鼓起来就好了。大家要一样强，继续弄下就要退喽。好，我以前教助你不要一打4，刚刚也喜欢打4。坐起身，好来，加油，1、2、3，出量。